等啲雞生蛋。我要等啲雞蛋。我要等雞蛋，我要炒雞蛋。我需要嘅雞蛋。啲瓜。幾多南瓜？我連薑燒冇，即係葉咪連薑燒望唔到啦！我會太神啦。哎呀，先來我打先。哇！冇。Hi。邊個村都咁慘啊！好似我整到佢哋死喎，我開佢哋對門，佢哋識唔識自己閂㗎？啲門，佢哋應該識自己閂門㗎嘛？係咪啊？啲村民咯。嚇！即係村民會自己閂門㗎？我開咗佢哋個門，跟住冇閂到，可能因為啲村民，可能因為嗰啲村民會使僵屍。